我們南灣公托目前可以收托20位0到2歲的小朋友，裡面是有分齡分班設置。永康目前的人口是我們全台南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所以我們陸續會在永康這邊已經有布建了西灣家園，還有永埔家園。那南灣家園是我們目前設置的第3處，那未來我們還會多增加4處，就是希望為我們永康這邊的年輕父母增加育兒支持，讓他們就是工作之餘，然後可以照顧小朋友，也無後顧之憂。嬰幼兒保育系也是我們校內重點發展的一個科系。比如說，這裡未來如果小朋友的膳食的这個餐點的設計，我們有保健營養系，我們其實也可以來融合校內各系的專業，來導入這些專業來到我們的這個場域裡面，來讓我們的小朋友更健康的發展，更健康的學習。在社區裡面，我們有一個讓家長安心的地方，能夠讓孩子們呢感受到大人就是這麼鄰近又這麼親切。照顧孩子不一定要有最多的多麼豐富的環境，讓孩子能夠建立自信，建立跟別人在一起的信心，這是我們最期待而且最高興的事情。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拉繩。請現場各位朋友用最熱情的掌聲。台南市現在總共可以接納300多位的嬰幼兒在托嬰中心裡面，但是呢，加上民營的托嬰的量能以及到宅服務的托嬰的量能，事實上可以大幅降低父母親的這個 loading 跟他們的負擔，那所以可以讓他們的孩子有接受專業的人來照顧，自己本身又可以在職場上來繼續努力，所以說讓他們家庭跟事業都能夠兼顧，尤其在面臨少子化的時候，我們這個托嬰工作一定要做好。目前0到2歲是托嬰，2歲有幼兒園的2歲專班，3到5歲是幼兒園的小班、中班跟大班，所以說銜接國民6歲的國民義務教育的國小教育，這樣建構出一副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完整兒童的成長體系。為呈現台南沿海海洋的保育、海域的巡護，甲着漁業資源的復育成果，台南市政府農業局漁工所甲着台南區漁會15號上午特別召開海洋強護和平生機再現的記者會，包括海洋委員會海洋保養署的署長陸小雲、台南市副秘書長殷思思以及區漁會理事長總幹事攏到場出席。現場嘛，首次來公布3月份在安平外海、和平海域所翕的珍貴中華白海豚，顯示海洋保育的成果。白海豚啊！剛才大家看到那個白海豚，那時候玉興傳給我說超開心。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其實會叫媽祖魚嘛，就是大概差不多在這個季節的時候，那剛好那個東北季風比較停緩的時候，就會看到剛才這樣子的那個白色、粉紅色的那個身影在海面上出現。那它的出現其實真的最代表是這一塊的水域或者是這邊的海域是有生機的，所以它才會在這邊。所以大家覺得，說那個剛好跟媽祖生的時間差不多，所以就是帶着這樣子的喜悅跟祝福來的。所以我們會覺得有這樣子的，雖然我覺得開始短短合作的開始，然後就有這麼好可以看到白海豚出現，其實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跟開心。白海豚呢，它在生活的環境是要相當的優質的水質，所以這代表呢，我們的護育維護以及我們整個海洋的生態呢是非常的好。也感謝我們的漁會啦哈，有這艦隊來做一個巡查護育，然後我們17號也要怎樣，魚苗要放流。所以呢，這也是大家的努力之下，才有這樣的很好的海洋生態。所以也代表了怎樣媽祖魚對我們的祝福，也是媽祖對我們的祝福，也代表大家的用心的展現啦這屆活動除了呈現台南海洋保育甲着漁業復育的成果，現場嘛展示海洋廢棄物的清除，以及17號將要前往南區的外海
辦理戲苗放養的活動，現場嘛有在地居民所造成的影響感對現身來響應，展現中央、地方甲個居民共同守護海洋的決心。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新台病院胸腔內科醫師周雲澤表示，隨着醫學的進步，近年來肺癌的治療已經邁入精準的醫療。過去病人攏採用同款的化學治療，不過現在透過基因的檢測，找出腫瘤特定的突變基因，就用的對症下藥，使用專屬的標靶藥物，大幅提升治療的成效，並且減少副作用。標靶治療前提是要檢測這個基因突變的部分，這樣子，就是有突變才可以有條件接受標靶治療，沒有突變就會考慮下一步的免疫治療或是化學治療這樣子。所以尤其是東方，我們台灣人來說，其實有突變的機會其實非常高，尤其是女性，有將近60% 的機會是有基因突變可以接受標靶治療的這樣子。那所以基因檢測對於肺癌來說是相對是非常重要。以目前來講，我們醫師會透過我們取得腫瘤組織的大小、病患的經濟狀況以及保險狀況，還有治療的急迫性去做選擇。如果說病患急需治療，預算相對有限，我們就會選擇健保給付的 PCR 或是加上 IHC 去做檢驗，然後最快能在1週內決定是否使用特定的標靶或者是免疫治療這樣子。如果說需要一些比較完整的檢查，其實可以配合目前國健署的健保 NGS 給付的規範，使用國內實驗室的 NGS 套組去做檢查。那當然，如果病患相對有限，需要一些突破性的治療，尋求第三方國際級的廣泛性基因檢測，其實也是一種選擇。基因檢測的工具主要分3大類，有傳統的單一突變基因的檢測。健保給付的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佮着第三方廣泛性次世代基因的定序。醫師強調，基因的檢測並無絕對的上好的選擇，只有較適合的方案。患者一定要甲團隊進行充分的醫病共享、決策討論，由着醫師依照專業的評估，將來擬定適合當時病況的檢測策略，精準來抗癌。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這是2023年2月，台南東區亞東館開庭由冰花園取得英文權，展開正經活法工程。議會小組嘛到場會勘，當時市府團隊的期待冰花園再次回到台南發展落地生根。是給冰花園最大的支持，然後讓他們真的在台南真正回歸到他以往在這裡重新的發展，然後再回到這裡落地生根，那也讓台南的整個傳統戲劇可以因為他們的加入，我想台南這整個歌仔戲應該再從台南出發。冰花園經歷波折，回到將近100年前創立的台南，而且閣是將一個舊的亞東館變成外文化基地，號名戲槽。陳勝豪甲陳昭賢這對爸囝，除了克服建文老舊空間改造挑戰，嘛真有信心。戲槽藝術館的任務就是傳承推廣，將歌戲登上國際舞台。經過100年時間，我們再度回來了。我們把戲槽定為我們這100年來最重要的一場演出。將來這個地方不只有硬體，大家看到一個舊的舉重館，變成一個活的文化基地。然後呢，這個地方呢，將來不只對歌仔戲的推廣，更重要的歌仔戲的傳承，我們會在這邊。這家的戲槽特別這個大型的歌戲舞台所吸引，冰花園劇團表示，4月18開幕以後，除了運用這個舞台有多元表演藝術，也當看到劇團100年來70幾出戲劇的創作歷程，以及這些歷史文物甲文創基地。希望透過戲槽這個地方，介紹給我們當代的年輕人，甚至小朋友，歌戲是啥物。這個是我們第一個重大的目標，教育目的。我們希望真的向下扎根，然後真的把歌仔戲推廣給更多的台灣觀眾。
那第二層呢，我們希望細潮它是一個跟城市一起呼吸的文創基地。棉花園細潮藝術館特定4月18、19兩天舉辦開幕活動，一直到5月30號啟動試營運。開幕當天10點到下晡4點有文創市集，有食有飲，還有總團的戲通好看，歡迎大家好康到小報。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最好的回饋就在南紡購物中心，歡迎全家大小力南紡購物中心歡度母親節，買得開心。南紡購物中心天后奇遇季，當期自4月16號到22號進行預購，正當期在4月23到5月10號登場，推出包含指定專櫃滿5000送500，大家電滿1萬送1000。另外搭配着會員卡以及聯名卡消費，還有加碼優惠，相關會當回饋到15%。今年的母親節檔期的回饋呢，每天也都有5000送500的這個回饋給各位顧客們。那當然最高的呢，也有15%的一個回饋哈。那針對我們的會員卡啦、聯名卡都有各項的這些滿額回饋的贈送。我們在第一季的業績的成績呢，有成長了7%哦。那縱使這個現在很多社會上的新聞吶哈，大家在關心一些打仗的事情吶哈，政治經濟一堆事哈，黃金會跌到多少哈，台積電會到哪裡？但是我們認為我們的顧客哈，最關心的就是來南紡購物中心能夠買到什麼好康的。我們準備了什麼回饋給客人們？這也是我們在經營上比較重視的哈。所以呢，我們也希望說，在整個檔期期間，長輩們、朋友們能夠來這邊多我們很好的用餐的環境。那我們也有很多準備給顧客們的優惠。那我們希望說，南紡購物中心一直以來是台南在地用餐、購物娛樂非常好的，也是我們自認為是很好的一個商場。那也希望這段時間我們針對一些購物上的優惠，準備了這麼多的這個回饋給顧客。歡慶母親節，南紡購物中心在4月18號將會舉辦全明星人偶運動會，有沙溢先生、葉啟亞、小雞之、啾啾妹、魚頭君等，也將獻身給民眾同樂。4月19號則是有香蕉哥哥見面會，親子講座、家藝表演以外，4月18到19也有安排親子市集等，活動規劃豐富多元，就是希望會當經過這親子家庭做伙來同樂，陪媽媽過一個母親節。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力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捷運歐10 Y18 衛武營站聯合開發招商案，在去年與開發公司完成簽約，於近日傳來好消息，榮獲紐約 Muse 設計大獎金獎。歐10 Y18 聯開案以橘線及黃線雙捷運交匯優勢，並整合旅館、辦公、住宅及街區型商業等多元機能。當地民眾表示，期待聯開案的建設能為當地帶來發展。是一定會有期待，因為它應該可以帶動這邊周遭的發展啦。而且像這邊其實算這邊都是老社區，也可以活化這邊的一些商業。買入去啊，對這當然是這百姓當然是有較好、較有利啊，對不對？啊，大家要出門嘛，要走遠路啊。你嘛這捷運若起起來了，我攏有咧走啊，攏有咧落啊。所以對這百姓來講，交通方便，買地攏足方便的啊，攏照顧到這百姓啊。較濟人來行搭，就較路熱啊。高雄市捷運局指出，獲獎關鍵在於衛武營成為國際級文化地標後所帶來的城市課題，不再局限於場館內部，而能外溢到市民日常生活之中。我們這個案子呢，就是獲得紐約的這個 Muse Design Award。
設計獎的金獎。那因為評審認為說，我們這個衛武營呢，它的藝術的能量不應該只是局限在這個館內，那透過這個連開案，這個藝術的能量可以外溢到整個城市的周邊。那因為我們這個連開案，它有特別設置了一個戶外的表演劇場，可以專門來讓我們的青創的團體來這邊使用。那而且還有一個設計的旅館，讓我們的在這邊表演的藝術家或是來這邊看的觀眾呢，都可以直接就近在旅館居住。所以評審認為這個設計的概念呢，非常的符合就是這個外溢的效果。那希望借由這個連開案呢，可以讓我們的衛武營周邊的就是藝術能量可以更加的擴展。捷運局說明，衛武營站連開案中央核心廣場採彈性開放設計，可舉辦展覽、市集、音樂會及戶外活動，與衛武營大型劇場形成互補，提供小型劇團與獨立藝術家更多創作與展覽機會，形塑完整藝文生活場域。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連假過後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新北市長侯友宜前往土城元和2號住宅視察完工成果。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土城元和2號社宅位於土城區莊園街，臨近捷運海山站，地理環境優越且生活機能便利。完工後可提供135戶住宅，是目前新北市規模最大的容積獎勵回饋社宅案。預計今年5月公告招租，將進一步提升土城地區的社宅供給量能。新北市在各設備住宅，經過這幾年中央地方一起共同努力，我們已經達成2.3萬戶，那以及在規劃在進行當中有4.1萬戶。今天特別到土城元和2號社會住宅，因為今天是完工，從5月份開始就要開始招租。那這135戶有1房、2房、3房型的。平時都蠻大，裡面有幼兒園，再加上跟土城元和社會住宅在一起，所以也有公共托育日照中心、青創中心，大家可以共同使用公共設施。土城元和2號社宅全棟規劃地上17層，住宅單元包含1房型、2房型及3房型各45戶，兼顧單身青年小家庭及多成員家庭的多樣居住需求。此外，建築1、2樓設置幼兒園空間，提供便利的托育資源，並與已啟用的相鄰元和社宅共享日照中心、公托、青創中心及多項公共設施，打造全鄰友善與社區共融的居住環境。那這個135戶有獨立的這個車道，那大家也可以共同來使用。我們公設以外，今天在這個地方特別正式來宣布，因為少子化的狀況，雖然新北市是在6都降幅最小的，降到6%，那其他的5都大部分都降到20%。那為了鼓勵我們年輕人能夠敢結婚，能夠生育，孕育下一代，所以社會住宅中央原有規定是，社會住宅的戶數要佔婚育宅是1/5%，20%。為了鼓勵年輕人能夠敢婚、能夠生育，新北市從即日起，我們的所有的社會住宅就加碼婚育宅達到1/3，希望鼓勵年輕人加把勁，能夠敢婚也能夠生育，所以這是我們的目標。今天特別借這個機會宣布以外，未來我們的社會住宅還會繼續努力做，不管是租金補貼、包租代管，包括我們社會住宅，我們都會全力的興建。所以再度謝謝大家，我們繼續努力。新北市長侯友宜最後也強調，新北市持續透過自行興建、容積獎勵捐贈、多元社福及公有地都更分回等多元管道擴充社宅資源。市府將持續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及租金補貼等多元居住輔助政策，落實居住正義，為市民營造安居樂業的居住環境。記者蕭世宏新北採訪報道。桃園市3級棒球在全國賽事中傳出捷報，桃園市長張善政於7號出席頒獎典禮，鼓勵小將們近期在各大賽場上的精彩表現。在青棒領域，平鎮高中的表現最為驚人，他們在短短半年內橫掃國內3大重要賽事，
接連勇奪第13屆中信杯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冠軍，以及114学年度高中棒球聯賽女棒組及木棒組雙料冠軍。此外，桃園的北科附工、壽山高中與大溪高中也在此次女棒組賽事中大放異彩，雙雙挺進全國8強，也讓各界看見桃園雄厚的青棒底蘊。而在青少棒部分，在全台118支強勁隊伍的激烈競爭中，新民國中脫穎而出，勇奪國中聯賽硬式組全國第6名。軟式組方面，則由新民國中與龜山國中分別拿下全國第5名與第6名的佳績。仁和國中及大園國中等多所學校也都在全國杯賽中屢創佳績，給我們桃園3級棒球的各級學校的球員，從去年到今年，我們桃園從高中、國中和小學的棒球隊，在全國各項比賽表現都非常傑出，尤其是平鎮高中，勝勢不在話下。所以今天非常高興頒獎給他們，鼓勵他們再接再厲，打造我們桃園棒球未來更好的未來。其中由龜山、中平、大勇、仁善及龍安國小等5校共同組成的桃園市少棒聯隊，在第13屆花蓮台彩威力杯中一路過關斬將，勇奪全國亞軍。各個國小也在徐生明杯、金龍杯、陽明山杯及屏東杯等指標性賽事中有豐碩斬獲。典禮中，市府依據體育競賽獎勵金發給要點，總計發出高達304萬餘元的獎勵金與培訓金。率領球隊寫下8頁的平鎮高中總教練吳伯宏，也在受訪時特別感謝市府常年來的資源挹注。全國木棒聯賽，那我們創隊以來已經拿了7次冠軍嘛，那黑豹旗已經舉辦13屆嘛，那我們也拿了8次冠軍嘛。那這當中當然要感謝桃園市政府一直以來一直支持我們平鎮高中棒球隊嘛，那給我們相當大的資源，讓我們在訓練環境還有那個設施，那都不用太多的擔心嘛。那也給我們選手的資源非常的龐大嘛，那各方面讓我們無後顧之憂的去做訓練，那讓我們有辦法拿出更大的力量，拿下更大的成績這樣。那每年我們輸出的球員都蠻多，在國內外被看到，這也是我們當教練比較欣慰的地方啊，就是栽培好的選手讓國內外看到這樣子。桃園市以實際行動力挺3級棒球發展，市長張善政承諾，市府團隊將持續協助各校改善運動環境，陪伴小將們勇敢追夢，也期待這群年輕的棒球好手能帶着桃園的驕傲，未來在國際賽事或職棒舞台上繼續發光發熱。預計本月中旬開打的國小硬式及軟式聯賽，桃園小將們的表現也備受外界期待。記者李承浩桃園採訪報道。全面行動，防疫零漏洞。士林區各里里長與志工們齊聚華林公園進行大誓師，這是台北市全市滋生源清除日活動。為了預防登革熱與漢他病毒，台北市環保局及12個行政區超過1000名環保志工與社區民眾同步進行轄區環境巡檢及清除病媒滋生源。環保局長徐世勳呼籲市民做好巡倒清刷4步驟，降低病媒蚊滋生機會，同時落實不讓鼠來、不讓鼠吃、不讓鼠住，就能有效預防鼠疫。透過今天這個全市的滋生源清除日呢，能夠一方面就是大家把這個透過巡倒清刷，把這個病媒蚊的部分有機會可以好的這個落實來避免這個孑孓的滋生。同時呢，我們也借這個機會鼓勵大家，就是把環境的清潔之後呢，讓這個老鼠的3不政策，不讓鼠來、不讓鼠吃、不讓鼠住能夠有效的落實，來避免這個老鼠的問題。所以我想透過今天呢，希望讓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大家更意識到，我們只要好好把環境整理好，上我們就可以更有效的預防各種病媒的問題。在病媒蚊的部分，就是落實不要讓有這個積水容器的部分盡量都能夠清除。然後在至於環境的部分，老鼠的部分，我們是盡量鼓勵大家，就是把這個環境清潔，盡量廚餘或是堆積物都能夠把它清除。那讓這個環境比較乾淨的話，老鼠比較沒有地方可以躲藏。積水的時候，它就會它會形成一個那個大的滋生源。
那怎麼樣解決哈？其實，在鋸樹的時候你就要小心了，那個斜口你就要向下，你不可以向上。消毒班班長高建富說明生態防蚊師如何透過3D 巡查棒找尋樹洞、遮雨棚等容易積水滋生病媒蚊的地方，並教導民眾觀察找出居家周邊可能出現的鼠道，並進行防範。對於環保局發起全市滋生源清除活動，士林區區長及里長們都很肯定。之前我們要防疫登革热可能就是投藥，但是投药大家知道久了蚊子就会有抗药性，那个药就沒有效果。所以真正要治本的方式，就是我们要發揮巡道清刷的精神，用我們的雙手去把那些病媒蚊的滋生源給徹底的清除，這才能夠真正的治本。我們會提醒他們，里面也基本上都有這個嘗試了。也很感謝我們台北市政府每年就是這樣子定期的舉辦這種活動，那提醒里民，讓市民知道有這樣的活動，那市民自己本身也懂得基本的環境衛生是需要大家來維護的。除了呼籲民眾落實室內外環境清理，針對全市456里的公共區域部分，環保局定期做噴藥消毒工作。今年到2月底為止，已經清除了386個積水容器，噴藥面積也達333萬餘平方公尺。另外，針對鼠類防治部分，環保局在傳統市場與攤販集中場域已經投藥98公斤，噴藥面積也達7萬餘平方公尺。環保局並計劃從5月起提高環境噴藥消毒頻率，以降低疫情風險。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
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